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今日會開一包漆黑伏特嘅寶可夢嘅朱童子嘅擴充包，俾我開咗呢包嘢先。開緊先。得啦，俾我開咗呢包嘢先。正。哇！好多包喎，哇！有20包啊！哇！你問我幾多包？俾我逐包開先。攞把鉸剪。係未開到。轉釘地鼠，單輪細胞球，君哦！哇 ！AR 電飛鼠啊！哇！修建工匠，哇！岩巨蜥，哇！一個寶可夢道具氣球，同埋一個問卷，第一包就完啦。開第二包，居都小兵，花野猴，豆莢，絲百合根娃娃，咦？啲真人球喎，有啲呢度。哇！神雷姆啊！神雷姆 EXR 嚟㗎。奇樂栗鼠、達摩狒狒，同埋一個問卷。第三包，毒桿羚、噴刺熊、騰蛇，燃燒蟲絲，哇！火神鵝 R， 頭摔鬼，夢食，同埋一份問卷。之後第四包啦。泥偶小人、燃燒蟲，青藤蛇，人造細胞卵，精靈球 R 嚟 U 佬。之後歐柏路翁 R 佬，幾何雪花。哇！騎士蝸牛同埋問卷。
第5包。差不多娃娃。冷水喉。蓋蓋蟲。君君愛。哇！精靈球係個詩嚟嘅。哇！美樂椰塔阿魯阿魯啊！大魚怪。慢慢麻麻慢，同埋問卷。第6包。藍吞魚。泡沫栗鼠。禿頭丫頭。哇 ！AR 佬火紅不倒翁啊！哇 ！SR 佬君主蛇啊！的切絲領。禿頭鴨同埋問卷。第7包。麻麻小魚。單輪細胞球。禿頭鴨 U。力骨海龜阿佬。能量硬幣。麻麻鰻魚王同埋問卷。第8包。哎呀，球菇。火紅不倒翁。冷水喉。力骨海龜。比克提尼。幾何雪花。泥偶巨人同埋問卷。第9包。泥偶小人。車輪球。咕咕鴿。麻麻鰻。雙虎戰龍。冷水丸。高傲紅雞同埋問卷。第10包。圓蝌蚪。差不多娃娃。毒桿靈。哇！陳舊的貝蓋化石。土地雲。蜈蚣王。夢夢食同埋問卷。等多一陣，我陣間會再開埋，下個就會再開埋呢10包漆黑伏特嘅 Pokemon 包啦。如果你想再睇嘅話，千祈唔好錯過，一定要撳嗰個訂鈴鐺同埋 subscribe 同埋 like 我個頻道啊！多謝晒。